首先非常感謝香港銀行學會同埋各位評審頒發呢個獎項俾南洋商業銀行。南洋商業銀行成立已經超過75週年，一直秉持以人為本嘅企業價值觀，持續投入大量嘅培訓資源去幫助員工成長同埋提升專業能力。今次能夠獲得呢個人才發展嘅重要獎項，對本行意義重大。本行相信人才培育工作唔係淨係靠 HR 嘅同事，更加需要全體員工一齊參與、一齊努力。所以呢個獎項絕對係南商全體員工一齊努力嘅成果，肯定會激勵到我哋本行嘅員工不斷進步、不斷提高服務水平。南洋商業銀行喺人才培育工作方面，一直係緊密配合公司嘅戰略發展目標同埋社會發展需要，為香港同埋國家培養金融人才出一分力。展望未來，南商將會喺跨境金融服務、金融科技嘅運用同埋 ESG 等重要範疇投入更加多嘅人才培育資源。本行會繼續借助外間專業機構嘅寶貴資源啦，尤其係香港銀學會合作舉辦各類型嘅培訓俾我哋嘅同事去參加。同時，南商亦都會繼續支持同埋鼓勵員工不斷進修同埋提升專業水平，包括考取香港 IB 嘅 Certified Banker、ECF 同埋其他市場認可嘅專業資格。南商亦都會與時並進，不斷優化人才培育工作，打造一支更加專業、更高質素嘅人才隊伍，更好地服務客戶，貢獻社會。